今年的10月卫生福利部提出5档480亿预算，要来照顾身心障碍者，帮助因会当自立生活。也毋过有身障团体就批评讲，这笔钱拢用伫机构教人事，因呼吁讲钱应该直接拨予身障者，还是讲用社会福利的点数，互身障者会当家己自由的运用。真侪身障者来到卫福部门口抗议，批评行政院提出5年480亿的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补助计划，大多数的钱拢是用伫机构人员的人事费，也有建地费，含因的基态有真大的差别。这480亿，如果能够让障碍者能够参与使用的话，可以造福多少的身心障碍者，而不是说拿那个480亿再去建构出更多的管理机制来管理我们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抗议者强调，每一个身障者需求拢无同，主张政府应该推动个人福利扣除制度，透过评估身障者的需求，包含长照服务、个人助理、辅具轮椅、交通点数、生活补助等等，依照需求互因现金，或者是社福点数。也认为这笔钱爱安怎分配，应该甲身障团体或者是身障代表做回讨论。我们不是只有需要硬体的无障碍，我们还需要空间、资讯、态度的无障碍，这些必须要立专法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个人助理也必须要有专法或专条。针对身障团体的诉求，卫福部嘛派出代表接受定情书。卫福部表示，针对预算的使用，未来嘛会经过各会审议，针对细节也会甲身障团体讨论。要推动这个制度，第一个跟我们国家社会福利制度，目前我们是现金给付跟实物给付是并行的，也就是实物给付指的是服务并行的，所以完全是要说由个人在市场上购买。问题现在是市场上没有这个服务了，所以我想，而且大部分如果在市场购买，我们很多的身障家庭他其实是负担不起的。卫福部的官员也指出，透过480亿的预算支持。按算2028年会当起造20个大自立生活中心，为台湾大约120万的身心障碍者提供支持服务，满足各类型的身障者需求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